係 Leo，而家喺太湖花園呢度呢，介紹一個2房單位俾大家。主人房好企理，做咗靠牆櫃啦，望到泳池加學校院山景。呢度就睡房，2張床，上下格，2個小朋友，有埋衣櫃、書櫃、書台，設計合理。洗手間就好乾淨啦。閂咗門之後就成埲牆咁樣，密室都唔知道點入。呢度落地玻璃啦，望返學校山景啦，對面帝欣苑咁樣，好靚啊，好企理，好乾淨啊，keep 得唔錯。